伫飞行机顶头替咱服务的这空服人员，目前国际上有真侪航空公司拢已经无强制讲一定爱穿裙。不过，咱台湾的6间航空公司所5间，各有爱穿裙的这规定。监察院人权委员会的公布调查报告，讲强制穿裙的这规定造成性别歧视，违反联合国公约。咱的政府就应该催促航空公司和空服人员买当穿裤来上班。核心甲卡头舞的裙，关大鱼是目前大部分国际航空女性空服员的服装特色，也是唯一的选择。不过，这号空服员工会指出，不少空服员反映，穿裙伫工作时阵是真不方便，对紧急逃生状况也真不利。常常频繁的走动，或是开关行李箱，或是起立蹲下，或是做示范逃生的时候，其实穿紧身窄裙都是非常不方便的。也蛮多空服员反映，像起飞跟降落要坐在那个 ground seat 面对旅客，其实他们都会很害怕走光，那甚至也有可能因此这样提高性骚扰的风险。工会向监察院所属人权委员会申诉，最近调查报告出来，内容指出，国际航空服役规范造成性别歧视，违反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。因为政府制定服役指引，各航空公司增加扩充这项选项。对于女性的空服员来讲，就是相对的不利或是绝对的不利。这样的一个做法也会加深社会的刻板印象，所以我们认为说，这样其实就是造成西斗所谓的歧视。其实，各间国际航空当中，好航男女空服员拢是扩充。人权委员会阁强调，即马欧美纽澳地区航空公司已经100%都是应选裙也是裤的制服。通常外商的航空公司可以穿着裤装来进行服务，因为在国外的话会是以女性穿着舒适以及安全为主。建议就是航空公司还是可以开放2种不同的选择，应该都可以使用裤装，因为这样子就会对女生来说比较方便。大概自由选择吧，自在比较重要。对人权委员会建议，劳动部表示会小心建议，当然回应员工制服设计无牵涉性别歧视，不过承诺未来空服员改制服会参考相关意见，将扩充需求一起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